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3集。我是小张，今仔日咱就来探讨，咱若使用某一位博士的同义副词，会有啥物款的效果？即嘛，就是现在吗？这敢是咱闽南语讲的即嘛的意思？在做这个影片的时阵，已经是正月初3，借这个机会。要甲大家讲新年恭喜大发财，因为过年无想要讲歹听话，今仔日无要骂人，咱就事论事。一开始，咱就来讲共义连词的错误的用法，就是你即摆看到的这几句话，拢是这位博士常常在讲的。我第一摆听到这套理论的时阵。是一个做兵熟识的好朋友打电话给我，伊甲我讲：小张，我甲你讲，若要学闽南语，就爱学一套理论。我讲互你听，这个理论足好用，百面通。我听完了后，过无2秒钟，我就甲应。我讲这个世间都毋是拢无戆人啊，都原来也有咧。伊讲小张你若讲安尼，人这是有根据、有理论的呢。我讲你想清楚才甲我讲啦。电话挂掉，伊怎啊翻头去甲因老爸、甲因阿公讲这件代志。迄个时阵，因老爸甲因阿公拄好伫行棋。因阿公听完了后，现甲应讲：袂使，你讲的这安尼袂通。像即马，阮伫下棋。你毋着讲叫阮爱讲逻辑，逻辑都毋是闽南语，两套语言是无共款的系统。闽南语有闽南语的用字，下棋伫闽南语内底就爱讲做行棋。因老爸听完头海海的，讲无法度，就生了戆囝。尾伊甲这段学互我听的时阵，我笑甲人用要变过。咱来讲即句，下雨就是落雨，因为下等于落，安尼用敢有影袂去互人笑？咱来看卖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这个所在的天下，敢会使讲天落？过来，自由落体是国语，闽南语爱讲做自由。这个你家己讲就好。我讲袂出嘴，这生活体统。咱拄则已经有讲过下棋咱闽南语就爱讲行棋，无人咧讲落棋的啦。这个所在可能某一位博士伊就会跳出来，伊会甲你讲：你看，下跟行就是同义副词啊，这样你学会了吗？各位，下甲行绝对毋是共义连词。这套理论绝对袂使阁用落因为伊就是错误的。咱即马来看到这字的文献，咱来看说文解字这句话：环草越灵，木越路。有这个理解，咱再来看这篇文献。伫《礼记》内底话顺的所在，草木灵路是毋是足水的？许慎迄阵在写说文解字的时阵，一定有去看到《礼记》内底即句话，伊怎甲捡起来，写入去伊的说文解字内底。这正是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汉文，就是爱安尼写。你若甲字改掉，用下，是毋是迄个感觉就拢无去就参像最近少年人常常讲的一句话，那个 feel 都没有了，是毋是安尼？咱来讲某一位博士上爱讲的，打开就是拍开，安尼用敢有影袂去互人笑？咱甲看落，一打鸡蛋，一打就是12粒。你若去菜市买菜，甲头家讲：头家，我要买1拍鸡卵，你想头家会当作你起笑无？朋友叫我拍乒乓，我讲好啊，要打单打还是双打？你若讲单拍、双拍，人敢听有？应该是爱讲单打、
甲双打。顶礼拜去唱歌，熟悉一个姑娘啊，生目睭毋捌看过遮水的。拜托拜托，帮我打听一下。打听就是探听。即日探，咱来看文献。说文解字内底讲，探，冤处字啊。搁看到中某无声，来复习一下。即字就是形声字。伫正文内底有一个意思，讲索也。探索就是共义连词。拟雅内底讲探试啊，所以咱就会使甲写作试探。这嘛是共义连词。探听、探索、试探，这就是咱生活当中常常去用到的。这个时阵，某一位博士就会甲你讲，打听甲探听同款的用法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打甲探就是同义副词啊，安尼有简单无？即日探，阁有另外两个共义连词，探索甲试探。所以讲打甲索甲试嘛拢是共义连词啊。安尼敢抑阁爱我甲你讲，有够简单。咱来公布答案。打甲探甲索甲试，绝对毋是共义连词嘛。伊敢袂晓查字典，伊一定知影即套理论袂使用，但是伊就是强强啊要安尼甲你教。虽然即摆是过年，无想要讲歹听话，但是我讲伊一句苦无至极，安尼敢有过分？咱即摆来探讨即句话，立马等于即马，因为立等于即，这是即集的重点。某一位博士伫伊的节目内底，伊讲立马，国语的立马，伫闽南语就是即马，就是即马的意思。伊有附文献，即内底有写即刻上马，伊就开始解说啊。伊讲立刻等于即刻，所以呢，立刻上马就等于即刻上马。你甲看，足厉害的。即个所在，伊阁家己决定，中迄两字会使摕掉，变成即马。伊就讲，这就是咱闽南语讲的即马，就是爱安尼写。真难能可贵，即摆有文献，咱来甲查看卖。万花楼是清朝嘉庆年间的小说，是近代汉语。咱摕近代汉语来讨论上古汉语，安尼敢有意思？我是感觉真无意思啦。继续来讨论立马甲即马，一开始就爱讲互清楚，立甲即毋是共义连词，因两个有无共款的用法，无共款的意思。甲做伙用是对唐朝才开始的代志，用法有倒位无共款。即马就来解说，立太子这个动作，敢若皇帝会使做。简单讲，伊就是要找一个接班人。这个接班人，若做皇帝的时阵，咱就会使讲即位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看甲真清楚啊。立甲即是无共款的用法。中国的历史内底有一个真可怜的太子，就是清朝的应仁。这个人拢总做37年的太子，最后嘛无一位毋捌做过皇帝，实在真可怜。刷落来，咱来讲另外一个真要紧的问题。即马8点，时钟生作安尼；立马8点，时钟生作安尼。这就表示马上就要8点啊，但是也未8点。看这两个时钟，就真清楚。咱闽南语讲的即马，甲国语讲的立马，是完全无共款的概念。这就表示某一位博士的理论是完全袂使用的，因为参时间都讲袂清楚，安尼就会去互人笑。你即马一定会讲，小张，你这个人哪安尼？你讲人写毋对伊，你敢知影安怎写？来，我即马就来做解说。我认为
闽南语讲的即马爱写作安尼。啊，你会问我讲，校长，你敢有证据？你敢有理论？还是讲你敢有文献？啊，你的文献是明清小说的文献，还是真正的古早的文献？你毋着讲互清楚。咱莫急，后一集我就会讲互清楚是安怎，即马爱写作安尼。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今仔日就事论事，咱千万袂使阁用某一位博士同意赴死的用法，这是错误的。第二，写词就是行棋，你敢袂使讲写甲神是同意赴死？当然嘛是袂使。第三，打听就是探听，即日探，阁有探索、试探两个同义连词。那安尼，你敢袂使讲即四字拢是同义副词？当然嘛是袂使。但是某一位博士，就是一直安尼在甲你教，实在是苦无至极。第四，讲拢讲闽南语是上古汉语，但是文献拢用近代汉语，实在真无道理。第五，现在咱闽南语讲的即马，甲你嘛意思完全无共款。咱来看例句，现在很热，闽南语是即马真热，甲你嘛很热，意思完全无共款。咱莫阁互人骗啊！第六，闽南语讲的即马，咱后一集就会来做讨论。今仔日正月初3，我伫遮祝福大家新年恭喜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今仔日就讲到遮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